为展现本乡家政班丰富且多样的学习成果，秀林乡公所于114年9月13日甲花莲县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办理114年度秀林乡公所家政推广教育研习作品特色成果策展。秀林乡长王玫瑰、代表会主席骆燕玲一同邀请花莲县政府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敬德、县议员魏家贤、迪布斯以赖及花莲市长魏家燕、吉安乡长罗淑珍一同出席，为活动添彩。今天，我真的也很感动哦，一进来就饱受那种非常温暖，非常感受到自己秀林乡的那种提升感。乡长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来这里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，也祝福在座各位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，谢谢。这个地方代表县长呢，祝福我们今天18个家政班的成品这个展示这个成功之外，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长官身体健康。静态展示包括的作品有编织椅、传统藤编、桌上置物篮、筛子、改良式背心等18个班的作品，可以看出各家政班在忙碌之余聚在一起，轻松的学习，培养感情，凝聚向心力。秀林乡拥有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、丰沛的人文底蕴，每年办理各项公益培训课程，补助在地社团单位办理公益培训计划。除了培育秀林乡优秀的公益师外，也落实各村推广传统技艺。在行销方面，则以文化市集与展览的方式，让太鲁阁族传统技艺再次活络于现代社会。